首歌嘅班底今次就特別之中又有啲冇咁特別嘅，最主要就係作曲係吳林峰啦，填詞就係陳詠謙啦。咁監製呢，今次係我揾吳林峰嚟做嘅。覺得我出嘅音樂 project 啦，其實個感覺未必話要首歌帶俾我好多一啲乜嘢，可能獎項或者其他嘢，我覺得唔係需要嘅。反而我覺得用呢首歌嚟同自己中意嘅朋友一齊玩一樣，多過話我真係要做一首歌好有目的性，要做啲咩做啲咩咁樣咯。同埋呢首歌係佢本身俾自己，但係佢作完之後佢覺得好係我就覺得好熱血同埋好有力量。每一次當我唔開心或者當我覺得自己唔得嘅時候，聽住首歌就好似有個人喺側邊同你講：你得㗎，你去啦，你信自己啦，唔好放棄，你繼續做，堅持你想做緊嘅，堅持你夢想，繼續向前衝咁就啱。有兩句啦，覺得好正嘅。咁第一句就係 chorus 嗰句啦，來吧，就算跌下亦要繼續爬，無論你遇到咩挫敗，行唔到你都要爬去完成嗰件事情啦。咁另一句我就覺得好係我自己嘅，就係繼續搖旗吶喊，可改寫戰果。覺得一路行落嚟，自己有少少嘅心得就係，你只要好努力、好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嘅時候，你會得到好多別人嘅認同同埋讚賞。一開始我未有好多作品嘅時候，可能大家冇咁容易見到呢樣嘢出現，但係當人哋慢慢有啲作品，再透過作品認識你，再慢慢再認識你個人，你就會改變咗別人對你嘅睇法。咁今次嘅 MV 就係揀咗劍擊啦。咁點解會揀劍擊？其實我一路聽呢首歌嘅時候呢，去到最尾 chorus 最後最激昂嗰段，佢一路俾我個畫面都係一個好大嘅畫面。呢個感覺就係一個人好努力去完成咗一個人哋從來冇諗過可以完成到嘅夢想嘅畫面。張家朗就係其中一個大家相信全香港人都會好認同嘅人，就係佢完成咗一個香港人從來冇諗過。原來香港人係可以做到嘅咁嘅，咁所以繼而就諗到覺得可以拍一個劍擊嘅故事。上咗一堂嘅 training 嘅，起碼我哋要一啲最基本嘅知識同埋最基本嘅動作都要做似先，即係嗰件事要尊重翻運動啊嘛。實質係一啲好難嘅動作都有真係好專業嘅運動員去做嘅。我玩嗰時我發覺對體能嘅需要好大啦，大髀啊、腰啦。都有問啲運動員，我話係咪好多時都會勞損啊？佢話係啊，可能有啲膝頭哥啊、hamstring 啊、腰好多時都會歪，因為佢好多時都淨係用一邊去訓練，好多時肌肉都會一邊大一邊細，即係呢啲勞損你會發覺，其實我玩咗一陣我就已經好感受到呢樣嘢，咁更何況佢哋每一日都係咁樣 training，仲要持續咁多年，所以真係好犀利。